来这种的状况，保险无被理赔，都是囡仔的同学确诊，囡仔照规定来隔离，啊，父母为了要照顾这个未成年的囡仔，嘛对咧隔离，但是安尼摕袂到隔离的理赔金5万块，这是有真侪家长感觉真无合理。不过，金管会嘛替保险公司来讲话，讲这是家长自愿陪同隔离，无伫理赔范围内。立委是炮轰金管会放水推卸责任。防疫保单有买，抑过钱确实摕袂到。确诊的人愈来愈多，未成年的子女同学确诊，意思讲未成年的子女需要依照规定接受隔离。做父母的，因为生活上共同照顾的需要，嘛要隔离，抑过无通理赔。这个囡仔老母1月底买保险，4月底囡仔因为被狂烈做伙隔离，5月初申请理赔，摕袂到这5万块。收到的都是政府机关发给我们的正式的居家隔离通知单，我们是非自愿的，我们也没有违反任何一条保险的条款。立委开记者会批评讲，伊家长是自愿隔离为理由，无要赔。疾管署声明讲，隔离通知书干那一种尔。它其实也不是一个证明，是一个处分书，所以它不会有第二种。不过，金管会认为隔离的通知书目的无同，跟原来他契约的一个要保障的一个本意是不一样的。金管会何人认讲是咧为产险业者？金管会怎么可能是帮保险业解套？12岁以下囡仔袂使一日人伫厝，6岁以下囡仔更加受到法律的保障，未有单独隔离的可能。所以讲，照顾者受到法律强制隔离，真侪家长有保防疫保单，陪同隔离照顾，抑过摕袂到钱。另外，产险公司嘛陆续宣布讲，客户若是有中户投保2张以上的防疫保单，就陆续发送简讯拒绝承保，并且完成后续的退费的作业。民众咧怨叹讲，业者甲主管单位真正是拢冒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